看一个新北市一个骗局，新北市一个24岁姓苏的查某人，伊身躯排有炸鸡、枪炮，顶顶有8件刑案，互人通缉。伊毋过伊无用一个姓郭查某人的身份秘伫台南，一直到23，因为要出国都要办护照，伊去户政事务所。 这个做人别的确认，伊毋过呢，伊新办的身份证被人写讲相片怪怪，引起户政人员的这个怀疑，感觉伊身份有问题，就咧去报警。警方到现场，甲问的是，伊讲伊是姓郭无毋对，甚至佫找前女朋友来确认讲伊的身份是姓郭。要么警方依照伊的这个指纹，伊就是手印来比对，伊真正是姓苏的查甫人。伊的前女朋友才发现讲，伊互伊骗2年啊。 接到户政人员报案，有查甫人的身份怪怪，警察就随来到现场处理。少年仔看到警察出现，佫惊真冷静，不过警察都无遮尔好应付。你这个呢？ 警察调查这个姓苏的查甫人有诈欺、骗炮、毒品8件刑案，互通缉。因为捡到一个过线性证件，就开始偷用对方的身份，搁伫咧台南租厝。啊，身份会互看不卡手，是因为伊要出国，为了办护照，才会逼空。 是为出国工作办理护照，嫌犯持他人证件前往盐水户政事务所办理身份证明文件，在签署姓名时，户政事务所职员察觉有异。原来证件顶的过线性捌出过国，少年仔为着申办，伊就黑白讲身份证碰见，先去两营户政事务所甲过线性身份证的相片换掉，佮去健保局新营办公室申请过线性新的健保卡。所以23号就摕相证件去检水户政所办理人脉确诊。不过因为两营户政事务所伫咧换新的身份证时，就发现这少年仔面无啊，含资料顶过线性相片无啥共款。 所以就加注明怪怪问题，而且检水户政事务所发现，这过线线拢无伫咧户籍地办证件人脉确诊，才会通报警察处理。按捺指纹比对确认其真实身份，戳破谎言。姓苏的少年仔坚持家己是过线线，警察请伊联络亲人来到现场，前女朋友嘛讲伊姓郭，不过警察透过手纹比对，确定查甫人姓苏。当场突破这个白查册，前女朋友嘛才发觉家己互骗2档，偷用身份，这些少年仔佮加一条规则本事罪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